如同耶稣对着你说，父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们也如同耶稣一样对着你说，阿爸父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这是我最大的心愿，愿你旨意成就。如同耶稣对着你说，父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们也如同耶稣一样对着你说，阿爸父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这是我最大的心愿，愿你旨意成就。开启我的眼睛，我愿意开启我的心灵，我愿意，我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去约你，阿爸父，阿爸父，我敬拜你，屈膝匍匐在你左前，在你左前是最美丽的地方。我敬拜你，屈膝匍匐在你左前，在你左前是最